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集中营高度关注之际，维吾尔高管诺尔白克利生活声明腐败被双开。中纪委国家监委在官方网站上说，诺尔白克利对抗组织审查，他贪婪腐化生活声明，贪图享乐，搞权色交易，大搞家族式腐败，利用职权为他人在工作调动、职务提拔、企业经营、矿产资源开发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亲属非法收取巨额财物。努尔白克利在东突厥斯坦担任要职多年期间，他支持北京当局对维吾尔人的严厉管制，因此被一些维族人权人士指责是中共的傀儡，不能代表维吾尔人。荷兰维吾尔广播电视和荷兰维吾尔协会的联合组织下举办了诺肉孜节庆祝活动，来自美国、加拿大、土耳其、中亚和欧洲国安家的东突厥斯坦组织领导出席了此次活动。活动上，诗歌、喜剧、维吾尔音乐和各种艺术节目反映了中国在东突厥斯坦的镇压和同化政策。中国当局最新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再次声称，维吾尔人和土耳其人没有血缘关系。中国3月18日星期一在一份反击国际社会对东突厥斯坦拘押营和其他镇压性安全措施批评的报告中透露，自2014年以来，已经逮捕近13000名他所称的恐怖分子。白皮书中提及引起国际社会批评的再教育营，称之为有效的预防性反恐措施。据莫桑比克国家灾害管理机构18日发布的消息，强热带气旋一带14日晚间开始袭击该国中部沿海地区以来，已造成至少84人死亡，数千人受伤，另有多人失踪。莫桑比克总统纽西18日视察灾区后发表讲话说，受灾地区灾情十分严重，死亡人数可能超过1000人。美国《华尔街日报》17日以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多名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国打算在叙利亚境内留驻将近1000名军人。报道称，欧洲同盟要求特朗普政府继续提供训练和支持。美国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声称绝对不是真的，我们的计划没有任何变化。